人稱病史雄嘅資深演員許紹雄，尋日傳出病危入院，多位圈中好友趕到醫院見面。而係今朝，黎子珊代為公布，許紹雄喺凌晨大概2點半，因癌症引發嘅器官機能衰竭，喺醫院安詳離世，終年76歲。有傳許紹雄家世雄厚，佢嘅祖先許拜庭係廣州4大鹽商之首，太公許應奎係慈禧太后嘅契仔，佢姑婆許廣平係近代作家魯迅嘅太太，而爸爸就經營金鋪。許紹雄可以話係含住金鎖匙出世，直到1958年，許紹雄同屋企人回流香港生活，佢報考無綫藝員訓練班，成為 TVB 第一期藝員訓練班嘅學員。啱啱入行嗰陣，因為成日揸 Benz 返工，而得到 Ben 史雄嘅稱號。入行後 Ben 史雄出演好多綠葉角色，好似新紮師兄入面嘅舅父東，他來自江湖嘅基哥等等。直到2013、2014年，佢喺劇集 My 聖 Lady 飾演嘅向善男同江美儀飾演嘅袁心，鬥氣冤家形象深入人心，搞笑又有火花。Ben 史雄亦都憑呢個角色獲頒最佳男配角。隔年嘅《使徒行者歡喜哥》一個可以話係佢喺電視節目上最出名嘅角色，更令佢獲得最受歡迎電視男角色獎項。而佢出演過最經典嘅電影角色，就不得不提新紮師妹入面教識我哋寫個 Sir 字嘅方中信。直到2018年 Ben 史雄離開 TVB 移居新加坡，近年佢同佢個女許慧晶轉攻 YouTube 市場，經常父女檔拍片分享生活日常。喺今個月26號，亦即係許紹雄離世前2日，許慧晶又喺 YouTube 出新片。當時爸爸許紹雄已經冇現身，我老豆去咗邊呢？佢梗係去咗獨自去偷歡啦。咁所以我有人陪我嘅。然後韓馬利同杜煙歌作為嘉賓出鏡，當時曾經傳出許紹雄重病住院，一度被質疑係假新聞。